来，我即马教你，这是一个纸袋啊，对吧？咱要那个做一个纸鸭仔，真简单。你看这袋啊吼，拢有这个凹起来，有无？这底，你就对这中哦，甲加落。像你这种的袋啊吼，就较细杂，对无？对，啊，你底较底较浅，你会用对凹，对凹迄个深度就差不多，啊，你对只甲起好，起好落。哦，即马我就摕这我来甲加落。安尼，咬感，啊，然后咧，咱就先把这个sauce啊先套起来，哦，sauce要套，较定才用。等下搁要用哦。对。这种袋啊，逐间嘛用足济呢。嘿啊，所以安尼要创啥？另外甲套开了哦，铁开哦，铁开。啊，咱即马这个拍开了后，安尼拍开落落来。哈，是落内底啊，落外口？落来，你看，咱拄啊这是毋是内底有一圆对无？这圆啊，甲这钱入去内底套起来，好，安尼较袂连去。对顶管甲套上去。对。哦，我知。你先。啊，这个叫扁开。对，规个先甲体合开，安尼你较好用。扁开。嘿，啊，甲像咱咧穿衫去啊套去。对，安尼是足水的吼。啊，你看咱拄则这吼，内底已经有一个空啊，啊，即马外口无空，咱就摕刀刀甲吐互过。是安尼。对无？哇，偌水咧。嘿啊。甲乌一空了。嘿。哎呦。足方便的对无？变做台北的。唔免几分钟就好，啊，这sauce啊，咱搁甲套入去。哇，那巧啦！你看，啊，这若放伫你的房间内底，还是放伫烫书内底，偌尔整齐，搁偌尔好看，搁足好收的吼。嘿啊，外口搁买无。哎呦喂啊！阮阿孙看讲，哎呦，阮阿妈哪会这厉害啦？我知，我甲收会上西门的。无菜，即摆我知影做收纳。即马一个安尼是毋好啊？了后咧，咱就甲咱的梅啊记好诶，安尼就一箱一箱甲放入来。吼，安尼要穿对箱看就知影。哎呦，安尼是毋足方便的？你看，安尼是毋真舒适？阮孙啊，逐工要便当袋，安尼做拄好呢。对啊，你看梅啊会当安尼收，譬如讲，即个囡仔的裤啊，你就安尼放咧。安尼，若要穿的时阵，直接甲摕起来。哇，你那真够啦！安尼是毋足方便？哇，哎呦，我怎么留起来啊？不爱放啊！